转来看国内桃园油煤一间环保工厂昨半暝火烧，因为这火已经弹开，消防局是出动高效能的米酒吧化学车来拍火。环保局嘛派人伫现场监测，目前空气无受到污染。真美大火，阁有阵阵的乌烟。桃园油煤3-1路顶悬一间环保公司工厂，结果暗时11:27发生大火，因为大面积在烧，消防局也出动米酒吧高效能化学车协助拍火。火势伫透早5:39拍发。好在这场大火无人受伤受困。现场存放大量的塑胶粒子燃烧，那现场先以四面防护，避免延烧。那燃烧面积初估约为1500平方公尺。这台号称米酒吧高效能化学消防车，定定出动重大工厂火警，每分钟出水量高达6000公升，比传统的6倍较侪，车差不多100公尺。特别是头前有层次探检功能，用穿过铁片处降温。针对这件环保工厂的火警，环保局第一时间也赶到现场进行监测，空气品质无问题。烟味啦，烟味对，昨天火很大，对，火很大，就是烧塑胶的味道。昨天半夜的时候，我就有听到消防车的声音，还有那个里长广播的声音。本局周界监测结果，于上下风处量测 VOC 监测，上风处为0.701 ppm， 下风处为0.868 ppm。巡视场外没有消防废水排出。环保局表示，火灾现场是塑胶制品制作业，不是毒化物列管场所，是不是造成空气污染防治法违规的要件？等消防局先调查清楚导火原因。另外，有关火灾了后产生的废弃物，会按业者妥善处理，各留存清分连单来备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